句我吃不起啊！一条子菜妈妈，举起长风流大方将我要，说什么王家出了麒麟子，新家发达健康堂。李桂英不是请我千岁君，俺明是一杯杯的待命酒，要我起上，还要我起上。大王山上麒麟子，隆隆隆隆隆隆，真气发生五万方。啥？都是弄个土汉红，看在一步步往啊头上坡，眼睁睁坐上这场一的气到手，还要愧对这地好。俺们办着我唱一道普通，我唱不严重之定，定要把气早想下手难下手，再不下手我问他，倒不是曾经照晶晶擦擦生绿乱，趁机夸大再乱骂。那就有人了，谁？好像是那个种教师。有事不要总去了。走去家计心意，与母灵儿情深沉，先听王国到黑听，到夜晚上月家夜落天痕。不成，先生，你为何不多饮几杯？良妾不能多饮。既如此，先生在此稍待，但等夜晚，灵儿为先生上药吃的。多谢夫人，这是我真要向夫人辞应您。怎么，你要离开我家？正是。母亲，心情来到王家村，老员外曾嫌贫苦难伸，只恩理该尽心交真来我一家是伤心不离。怎样？求去不明妻儿心，妻儿谁知在上就是官，秦同志临夜明事旁，既如此，我也不必将来。我们妻母看到琳琅时，常为乡亲报恨。杀杀那年，报恨也真实在，一样年龄，一样对称，看上去他俩的举止行动都相当的很啊。我心牵动一心，神
想报儿死小谁苦，哪见琳琅养尊处女不退哦？不能相比，夫人请不见过哎。先生，同是天下父母心，你心不心良心，父母养儿必容易。先生你这是同是我良亲，只怪心思乃外但愿你终日多去落天啊！多谢夫人，陪我去告知员外。有劳。先生，先生，你在我来看我嘛？来，弟弟多病，治了我娘，你再疼爱我了，你再先生回来看你的，你弟多病，你娘天老，你要孝顺爹娘。是先生，先生教导到记心，孝敬儿子为根本。当到父母三十回，历经孩儿成操心，这才是好孩子。先生，员外吩咐这点不离，望不要见笑。多谢夫人转告员外告辞了。灵儿送先生启程。趁机要报官要兵，心里好的红灯灯。这要兵本是贵义清水珠，在为宝贝小草生，我叫伊也在这里苦在心。一看老大丧了命啊，张路弄个老子弹，在此等来小草生。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灵儿。谢天谢地，灵儿，母亲，你递上些东西啊？这是你弟弟喜欢吃的鲢鱼饼，快拿这个去吧啊！做什么？这月饼是叫小畜生吃的呀，那不是更好吗？老天帮我来心狠，家道杀人不来恨，安帮一件事删掉。我叫伊老的送走，小的是女的叫我也我不成。
所再去。慢！神明出在家里，还不送官查办？得送官查办，母亲做账去。奉上，命你在这里困着他们，才有查出当心你的命。吃高汤，你给我想个办法才是啊！叫我孤儿寡母是何地道啊！母亲，儿听的意思，也要与他同上公堂高堂。哎呀，儿啊，公堂不公，官都退上，他二人高堂定先引回公堂，你我母子此去，必定永远遭殃。可看你们孤儿寡母难免要进暗铁亏，不是避开凤凰才是赌场，避开凤凰才赌场。让小子离开这里，去到我家，让我儿带路前往边疆。此次奉上，还因儿正对您两道上。公家，母亲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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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。模仿天雨
此去关山路万里，取君这草原下马你要当心，十尺东方照关路，黄昏对点你莫压抑，你走原路草滔不苦，却经小路一路之上少情人，茶叶头你要记人，哎呀去叮咛盼叮咛，终于千言万语说不尽，今日一品后生归亲，愿我儿逢凶化吉，早到避祸，那千里去不为你弟弟把冤生啊，为娘我宁死九千言。
人是梦。本听得岳林主了并去望，我心惊肉跳大魔王，看我眼神泪盈日，假些眼睛被笑容。18年风水轮流转，想不到个小畜生王爷做官个命了。嫂嫂，我个两头不头个好嫂嫂。嫂嫂，小弟向你请安来了。儿孙，我刚歇息片刻，我举起腿毛，举起腿太不得！嫂嫂，我是王家一家之主，大富大贵的玉夫人，还推啥个母啊？嫂嫂，这是王家账本，这是库房一事，请嫂嫂收下吧。嫂嫂，这是苗，这是绣哈，你快穿上吧。儿孙，你们这是何意呀？是一眼用也没个，这是向侬嫂嫂表表心意。嫂嫂，我的亲啊，嫂嫂。光武一级怕老婆，言听计中听八部，害得你嫂嫂受苦心，今日陪在来谁错？嫂嫂，快到不看世界变，君子不计小人苦，再想努力好长存。嫂嫂两头过一段，儿孙，求求你们不要奚落于我，还是让我去退毛吧。太不得，太不得！退毛8年，从未听说退不得，怎么今天？嫂嫂，有道是一辈想不出2个王字，什么是懂儿子？母子，实实是讨外命啊！嫂嫂，上天讨龙生龙来碰神梦，嫂嫂侬样子为成龙，一边想不出2个王，这本是王家中。从今后你是自来，我是婢，今夜若是我是朋，嫂嫂你在贵人面前说句好话。嫂嫂，嫂嫂。要不然夫妻常规请教书。嫂嫂迟迟不肯答应，我与你儿说，已经常回不起来了。儿孙，你们快起来吧，等灵儿回来，定把你们的美意告诉于他就是了。谢嫂嫂。嫂嫂迟迟答应，我与你儿说，也就放心了。嫂嫂，酒已经备好，快到前厅用膳去吧。嫂嫂去吧，去吧。此间我的眼睛已见不得阳光了。嫂嫂，你再次歇歇，我就请医生前来。多谢儿孙。
门，母亲开门。你是谁呀？母亲是我是灵儿。你当真是灵儿？孩儿真的是虐灵。不，万岁吧，儿所作乱，计算。母亲她次次开门吩不断，其中平算与公园，他是我一笔8年应不到，他是他金公子鸟心难忘。母亲啊，灵儿当年曾讨信保姆3层会，母亲娘啊，8年前偏儿身体这句话。急忙上去把门开呀，把门开。万岁人敬，敬万8年来呀，思儿盼儿梦中回，到今朝是梦非梦的。母亲你用银交头渡操劳，娘定是受苦受难受尽身躯安生受煎熬，
面望穿，孩儿我把年是娘常背的，儿连娘把在心难关，身在边关心在家，不退家恨心头怨，大山里荒野思娘无为因，到夜间梦中见娘空欢喜。母亲，今生母子从相见，天下喜事儿童欢。母亲，孩儿灵儿嫂嫂，医生来了，快到监厅去吧。已经办好，快到监厅用人去吧。灵儿，母亲，请。你是后生？二叔二婶，我是你们的侄儿岳林啊。岳林，你当真是岳林？侄儿真是岳林。二婶二婶，他确实是岳林啊。哎，那会不会弄错？带我去问过。王岳林不是奉旨用贵，我想记住了吗？你这是二叔，你们弄错了。我与那个做官的王岳林乃是同名同姓，不同姓啊。那你8年之中去往何方？原想边关斗军，谁知飞羽求福，万般无奈，只有到处流浪。盼望二叔二婶休可怜我苦命的母子二婶。是啊，是啊。你是像小放弃那样来试探我们的？不，这儿正关于放弃相地平人啊！我说是嘛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子生儿我地动。古人告我，讲的是一两不错的啦。回到家中，目不正战，算此什么？一头接枪。二叔，二婶，求求你们放我们母子离开这里吧。没个便当，你有太谋气，到衙门去。到哪个衙门？到西来的大官那里。二叔一定要去不可。好，是这儿奉陪了左右。参见禀魁王老恩人。母亲，孩儿真的做官了，这是反水侍奉的高明义，请母亲更衣。真的做官了，更衣。苦恼也，人面随行的王昭平，转运富裕无得意，把家产黑幕布，钱不应验，土包谁做过数情？你上父做事言不足，还要欺我，刮目到死情，实在。
把连心子女起身行的我此剑把